为所改安平旧社区因为关公林调所砸来交通塞车，这条河尾路五段由中央核定补助3.5亿的延伸工程，目前进度已经到成里，将要完工。其中为贴伫安平区、北区、中西区等侪议员陪同，嘛前来会勘关心，针对道路过弯设计平稳安全表示肯定，希望将安平的交通困境一一解决。河尾路延伸到底到安平，其实安平的路必须也要打通，所以我们很期待那个安平跨港大桥的这个早日施作完工。那相关的配套这样做，才不会打开一个节点又碰到另外一个节点，打开一个环节又碰到另一个环节。所以一定要这个道路的开辟一定要整体的规划有配套。那但是我们第一步还是先让河尾路先开通。因为7月拄好是路线迁徙到海边西两个季节，所以工程嘛采纳专家的建议，建设路线通行的分隔岛、加告示牌等相关设施，来兼顾生态保育。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其实他们说这边会有一个路线的通过，所以说我们就考虑到说用廊道的方式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很安全的从一岸到另外一岸。所以说我们在这整个这条道路里设一个生态环境的廊道，让这些路线能够通过。河尾路全长5.4公里，对78年到今分10几期的计划开辟，已经到了25亿。这条往西到安平最后一里路嘛将拍通，和地方拢相当期待。台湾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